Hello， 大家好，我今日會用 Coco 電飯煲同大家整一個清甜潤肺又可以增強免疫力嘅青紅蘿蔔粟米豬骨湯，一家大細都好啱飲噶。材料方面，我就準備咗紅蘿蔔、青蘿蔔、粟米、蜜棗、南北杏同埋豬肋排。我先用呢一個刨粟米神器，將啲粟米刨晒一粒粒出嚟，唔單止可以令到個湯更加出味，一陣間煲好之後，仲可以啖啖粟米擺落口食。我呢個湯煲完之後非常甜，主要都係靠呢啲粟米增加咗湯嘅甜味。然之後我就將個豬肋排放入啲凍水嗰度，利用 Coco 電飯煲進行出水嘅動作，去除啲肉嘅肉腥味同埋雜質，令到煲出嚟嘅湯更加清甜，味道更加純正。將 Coco 電飯煲校到去低壓蒸燉模式，校10分鐘，按開始。過咗10分鐘，聽到響聲就可以攞翻個豬肋排出嚟。見到煲水浮住好多嘅雜質，如果我哋冇預先出水，個湯就會俾呢啲雜質搞到好混濁。夾起啲豬肋排，再用清水洗乾淨佢，我就將佢剪成一條條細細塊，方便一陣間煲湯嘅時候容易出味。之後用嚟當湯渣食啊，會好好味好滋味噶。洗乾淨電飯煲嘅內籠，我就可以將所有材料放入去。今次呢個湯挑選嘅材料每一樣都好有作用，就好似呢一個豬肋排咁，可以增加呢個湯嘅營養同埋增添啲肉味。紅蘿蔔就可以補肝明目，青蘿蔔就可以清熱化痰，而粟米就可以增加個湯嘅甜味。最後加埋蜜棗同埋南北杏，作用係潤肺止痰止咳。然之後將水加到去高壓白米黑度4多少少嘅高度，再攪一攪佢，放翻入去個 Coco 電飯煲裏邊。然之後就轉到去高壓模式，再選擇高壓蒸燉。時間方面就揀40分鐘，再按開始。咁呢40分鐘就可以完全唔使睇火，又唔怕煲乾水，仲可以用好高嘅壓力將啲肉類同埋蔬菜精華壓晒出嚟。望住個壓力煲喺度煮嘅時候，真係好治癒，連排氣嘅過程都係全自動。我真係好鬼死中意呢一個煲。40分鐘之後個湯就完成。我今次只係用咗40分鐘嘅高壓蒸燉模式，啲湯料已經出晒味。我夾起少少湯渣，一陣間連埋個湯一齊飲。我飲第一啖嘅時候咧，真係哇咗一聲，因為我真係從來未飲過咁甜嘅湯。以前我用燜燒煲湯，可能要煲過夜先可以咁清甜，但係而家40分鐘就搞掂，所以湯料啲顏色仲係非常新鮮，真係唔好睇小壓力煲。短短40分鐘，啲湯料就已經可以煲到一壓就散，而且啲肉仲係好嫩滑，唔會好似明火煲咁樣，啲肉係煲到鞋濕濕。啲湯渣真係好味道，可以當餸食。紅蘿蔔同埋青蘿蔔都係一壓就散，所以呢一煲湯真係充滿晒所有湯料嘅精華味道。之前已經同大家介紹過點樣用 Coco 電飯煲去整火山排骨，又試過整黃薑飯、雞肉炊飯同埋鹽焗雞。而家連湯都煲埋，下次又要諗下同大家整啲咩新嘢先。最後多謝大家收睇我今次嘅影片。除咗呢一個 YouTube 頻道之外，我仲有一個 IG、Facebook 專頁同埋一個 OpenRice 嘅賬號，歡迎大家入去同我一齊分享生活同埋飲食嘅點滴。咁今日就講到呢一度先，我哋下次再傾啦，拜拜。